主后2024年9月22日，西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第7章第10到12节。便雅悯有3个囝，比拉、比革、亚贴。比拉有5个囝，以斯本、乌西、乌瑟、亚利摩甲以利，拢是族长。定了伫家谱的强猛勇士，拢总有22034人。比革有9个囝：细比拉、约雅斯、以利以谢、以利用乃、暗利、亚利摩、阿比雅、阿拉督甲阿拉灭。因拢是族长。照因的宗族世系，强猛的勇士有20200人。亚贴有1个囝辟罕，辟罕有7个囝：亚乌斯、便雅悯、以弗、基拿那、谢坦、他斯甲阿希沙合。因拢是亚贴的后代，是族长，嘛是强猛的勇士。会当交战的人有17200人。也有以尼的囝斯平甲户平，以及阿赫的囝户辛。兄姐，大家平安。历代志上卷第7章到第8章，记载第3组其他的以色列氏族。毋过，即中间若像有漏交但甲西布伦2支族。有圣经学者讲，但支族是肯伫甲便雅悯支族混合做伙，也有人讲西布伦也有可能揽伫便雅悯支族。毋过，并无真有力的证据通佐证，所以实际的原因安怎，咱不可而知。圣经的家谱、族谱有伊的重要性甲意义，毋过若是过头的解说甲猜想，也拢无合宜，反倒转会成做无利益的辩论。保罗就捌教示提摩太甲提多爱小心即款的代志。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4节讲，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食的传说甲乐长的族谱，因为这个只有会引起辩论，袂帮助人用心了解上帝的计划。另外，伫提多书第3章第9节讲，着闪避愚妄的争论、族谱、纷争甲律法的争执，因为这个拢无路用，无价值。保罗并毋是讲家谱、族谱是无重要、无价值、无路用，是咧讲若是过头伫咧辩论这是争执无路用、无价值。所以，当咱咧读以色列人的家谱、族谱，咱也着爱有即款的认知，莫过度的解说，也莫完全忽略。今仔日咱读圣经的范围是历代志上卷第7章到第8章。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7章1节到5节，伫讲以撒迦支族的后代。伫遮有定了强猛的勇士有87000人。伫咧记载各支族的时阵，也有类似的描述。虽然勇士的济少，并无拄拄是战场胜负绝对的关键，毋过
强猛的勇士，因的年纪大约伫咧20到40岁之间，是属于青壮年，是体力、精神上界精英的年纪甲阶层，所以咧计算拥有偌济强猛的勇士，也代表迄个氏族勇猛的程度。第二小段是第7章第60到12节，讲到便雅悯甲但氏族的后代。咱若看无共的圣经译本，即段的标题有诶敢若写便雅悯的后代，毋过伫现代中文版甲别迄个台语汉语版的标题是便雅悯含但氏族的后代。对士师记19章到21章，有看到以色列人因早前发生内乱内战，便雅悯氏族查日出贵族的氏族灭亡，后来因经过和解，便雅悯人才免拄着灭族，豆豆恢复元气。搁以色列头一位王扫罗也出自便雅悯族，所以便雅悯也诚做一个真重要的氏族。若是但氏族，因伫即个士师时代就自动拆族，有一部分的人上北发展，占领当地原住民的土地。搁甲迄所在改名叫做但，因此传统的以色列人伫咧讲因住的所在北到南就叫做但到别是巴。伫第3组的氏族后代中，便雅悯氏族是算上突出。第8章就是专门伫讲便雅悯氏族。当然也包含因的灵魂人物扫罗王的家族。第3组是拿弗他利氏族的后代，只有加一节，第7章的13节。拿弗他利的简介非常的短甲只有加一节，讲有4个囝，拢是毗他的子孙。毗拉是雅各的细姨，是拉结的女婢。毗拉为雅各生2个囝，但甲拿弗他利。第4小段是第7章的14节到19节，记载约旦河西岸的马拿西半支族。马拿西支派伫约书亚分配土地予12支族的时，因为因人口较济，所以甲因拆做2个半支族，一半是住伫约旦河的东岸，另外一半住伫约旦河的西岸。第7章第5节有讲到，西罗非哈只有生查某囝，咱通参照民数记27章甲36章的相关记载。西罗非哈的查某囝反映讲，因老爸无生查某囝，伫咧分配土地时，因若无分，就因老爸的名甲产业就会断绝。因为安尼，就讨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因只要嫁予共种的人，土地就袂流失，也通保全产业。第5小段是第7章20节到29节，咧讲到着以法莲氏族的后代。马拿西以法莲是约瑟的囝，约瑟伫咧做埃及宰相的时，法老互伊娶埃及祭司的查某囝，所以马拿西甲以法莲支派有埃及的血统。这段的记载
以法莲支族的发展故事。讲到以法莲有2个囝，舍尼甲以列要抢家着人的精生，无成，颠倒互人拍死。佮讲到伊有一个查某囝，舍伊拉诚做女英雄，去做3座城。以法莲的子孙中上较重要的人物是27节。伊利沙玛生伦，伦生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继承人，带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是大人物。以法莲支族伫士师时代就是真强大的支族，到北以色列国的时代，以法莲也是北国上较强的支族，也是北国的代名词之一。第二段第7章30节到46节，咧讲亚瑟支族的后代。亚瑟支族伫约书亚的时代，因的战士有53400名，民数记26章47节。总是伫遮，因的战士只有26000人，所以变化真大。第7段是第8章第1节到28节，搁再论便雅悯的后代。遮有比第7章第6节到12节搁较详细的便雅悯支族的资料。这段最后讲到有一寡便雅悯人也徛起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直到大逼的时，才对亚布斯人的手中取得的，诚侪首都也诚侪圣殿的所在，所以耶路撒冷也叫做大逼城甲圣城。耶路撒冷除了有犹太人、西面人，还有便雅悯人以及祭司、利未人等做伙住伫遐。第8小段是第8章29节到40节，讲到扫罗王的家族。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族，也是上帝通过先知撒母耳所钦定设立头一位以色列民族的强子，成做因的国王。关于扫罗一生甲事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伊虽然是悲剧英雄，毋过伊也是以色列人所尊敬的伟人。伊的囝甲伊做伙战死，对大逼上好的朋友约拿单的囝生炭的子孙到蒙古受掠回归，还有剩150人，也讲因是强猛咬射箭的勇士。历代志上卷第7章到第8章对咱有甚物教示？第一项，互咱来想讲，你要留甚物声明历史互世间甲后代？咱有参加真侪个别式，大部分拢会有讲个人的生命历史简介，有诶写甲真长佮精彩，有诶真平凡简短，有诶严格技术美化虚假，也有诶含蓄简单难过。我一直咧想讲，若是我家己要写我家己生命历史，我会安怎写？若是别人替我写，伊会安怎来记录我即个人一生几句话？圣经记载上帝竞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透过雅各，互伊生出以色列民族12支族，后来子孙济济，成做2个国家，佮四散到全世界，也诚侪万国万族的祝福源头。一个人的名
代表的是这人的一生，也有济济发生伫伊身上，甲伫伊的家庭、家族、社会、时代的历史甲故事，同时也连接伫过去甲未来的变迁甲发展。每一摆当我去墓园的时，除了看家己过往的先人甲亲友，有时阵也会留意伫这个墓园内面，也有其他的墓牌甲墓位，有甚物人伫遐？特别有一寡是新墓位，检采是咱所熟悉的人，咱会真感慨讲啥人阁生去啊？到一个年岁时，即款的感慨会搁较深刻。那呢，毋若行到世间的路尾，人生的尽头，剩伫墓牌顶面，这我的名到底会当留互世间甲后世的对念纪念会是甚物？历代志上卷第7章到第8章记载遮个人名，咱读甲花洒洒，啥人甲啥人有甚物关系，咱也无拄拄分会清、斗会起来。毋过，因伫上帝甲宗族子孙后代的心中是宝贵的，也是受纪念的。第二，诚侪家庭、家族的守护者。历代志上卷第7章到第8章，相款有记载，有个人是某城、某地区的开拓者、开创者，也有的是做族长，总是也有的是记因的宗族有偌济名强猛的勇士，也是战士。开拓者、开创者是有远见甲魄力的设计者，也是总工程师。族长是交通协调甲执行者。若是勇士、战士，是保家卫族的先锋甲守卫。勇士、战士因伫战场是智勇的精兵。无论是单打独斗，也是团队合作、共同作战，拢需要有操练、训练有素，才会当伫生死关头保命抗敌，甲打得制胜。当然，青壮年的勇士、战士，伫平时也爱担任家庭产业主要的生产者、劳动者、保护者等遮个重任。咱伫今日的经文中也有讲到第7章24节，以法莲的查某囝谢伊拉，伊去做3个城。第7章15节佫讲到色罗非哈的查某囝。引用今日的话来讲，谢伊拉就拄好亲像是女总统、女的首相、县市长，因是优秀的政治家、事业家。若是色罗非哈的查某囝，因是女性权益运动的先驱者。咱伫家庭也是家族的中间，上帝互咱各自扮演担任无共款的角色甲职责，咱也是爱勇敢承担来成做咱的时代的守护者。第三，听是忍耐甲包容。人伫世间无可能拢人人好，得到所有人的肯定甲赞赏而乐。有的人可能甲你袂合，也是结冤仇做对敌。伫家族内面、家庭内面，有时嘛有即种情形。总是有智慧的人，有的会当化敌为友，就算袂，伊也会尽量忍耐甲包容，
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甲彼此伤害。以色列民族伫扫罗伫追杀大卫的期间有冲突伤害，毋过大卫也尽伊最大的努力要化解心结，努力无成，大卫就选择逃甲闪，避免正面冲突。到大卫做王，扫罗的部下要顽强甲大卫对抗的时，大卫也是尽最大的努力甲诚意来收编扫罗的阵营，才会具势力。以色列伫分裂做南北国的期间，两国也时有冲突甲战争，造成彼此的伤害甲怨恨。总是北国、南国相煞灭国受掠，流亡回归，因所着努力中建的代志，也是12支派的关系怎样修补、修合，怎样互相互过去的分裂战争种种恩怨会当得到化解，重新合一，成做一个敬畏上帝、遵守律法的新以色列民族。12支派的族谱重新整理，重现便雅悯支族甲扫罗的家族，也就是伫即种努力要紧的一部分。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教示咱讲：仁爱为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伫咱的台语话真水，你讲疼甲疼是同一音，总是无共字义。若无真实的疼，就袂疼；若无深刻的疼，也毋是真正的疼。天父上帝用伊独生囝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牺牲的疼来疼咱，挽回咱诚侪上帝的儿女，也互咱伫伊的教会诚做主内的一家。这值得咱深思甲实践。愿主纪念咱的名，也咱的名也诚侪世间甲后代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主阿爸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咧读这个以色列家谱族谱的时阵，虽然老长，搁这个名阮也无熟，也无拄拄人甲人的关系斗会起来，总是你互阮也伫这中间，通知影因安怎咧纪念伫因的祖先，安怎咧看因现在的实况，甲做将来的发展展望的依据。主你也互阮伫阮逐人的家庭家族无共款的出身，也互阮也会当来纪念伫阮这个家族要紧的人甲代志，也透过这下互阮知上帝你伫阮逐人的心意是甚物，就是阮爱疼惜伫阮家己的家庭亲族，啥时阵互阮也伫即个彼此有摩擦冲突的中间，还阁爱会记哩凡事拢着爱用疼做终极的目标来伫即个互相容忍即个互相宽容的中间来建立合一的三疼。求你也帮咱看顾，互阮
伫这短暂的一生，阮的名也当诚侪即世代甲以后的人的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